各位大家好啊！咁喺呢一輯嘅視頻裏面呢，就我希望可以幫大家更好準備地產代理個人牌照同埋營業員嘅考試嘅。咁每一集我會隨機揀選10條唔同範疇嘅題目，俾大家做練習同埋分析答案。透過多做練習，幫大家更好準備考試。祝大家考試順利，攞到優秀嘅成績。好啦，不如我哋大家做下幾條題目，溫習一下，熱下身先。小寧嘅地產代理個人牌照將於2025年3月21日屆滿，如他打算申請續牌及在2025年3月21日後立即繼續從事地產代理工作，他須於下列哪個時間內或日子之前申請續牌 ？A. 2025年3月21日前的任何時候 B. 收到地產代理監管局通知書後1個月內 C. 2025年2月21日或之前 D. 不早於2024年9月22日及不遲過2025年2月21日 E. 不早於2024年12月22日及不遲過2025年2月21日。答案係 E， 不早於2024年12月22日及不遲過2025年2月21日。咁個原則咧就係不多於3個月及不少於1個月嘅。根據就一手住宅樓盤銷售地點嘅秩序而發出嘅執業通告編號1803所載嘅指引，營業員同地產代理應避免進行以下哪些或那項活動：1. 攔截過路的車輛； 2. 佩戴地產代理證； 3. 在地鐵站招攬生意。答案係 D， 只有1和3嘅。咁大家喺溫習一手樓宇嘅買賣銷售安排嘅時候咧，記得睇翻地監局嘅執業通告編號1803，裏面咧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監管同埋喺秩序上高嘅安排嘅。地產代理小虎正與沒有律師代表的買家就某項住宅物業訂立地產代理協議前，小虎必須做以下哪些事以遵守常規規例嘅要求：1. 向買家解釋地產代理協議內所有不同類別的代理委任及該等委任的個別含義及對買家的效力； 2. 向買家解釋地產代理協議中所列的每一項條款及條件； 3. 若買家不明白地產代理協議中的條款或條件的含義或解釋，建議買家尋求法律意見。答案係 E， 1、2和3嘅。除咗喺簽訂地產代理協議有呢一個安排之外咧，喺同客人簽訂臨時買賣合約嘅時候咧，亦都有類似嘅安排嘅。現時住宅物業嘅實用面積係指該物業嘅樓面面積，包括在該物業內範圍嘅1. 露台、2. 窗台、3. 閣樓、4. 工作平台。答案係 B， 只有1和4嘅。住宅物業嘅實用面積咧，就係喺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裏面咧就有界定嘅。咁大家同學可以咧睇翻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嘅執業通告。喺下列哪些情況下，地產代理不需要與賣方簽訂訂明表格3： 1. 買賣香港嘅工業用途物業； 2. 買賣可以興建住宅物業嘅土地； 3. 買賣連車位嘅住宅物業； 4. 買賣未補地價嘅居屋。
答案係 C， 只有一和二嘅。凡係有關住宅物業嘅買賣或者租賃咧，都需要咧就用指定嘅表格，即係定名表格嘅。地產代理需向客戶披露佢喺有關物業上嘅金錢及其他實益利益。呢個責任咧喺下列哪些守則或條例中定明？一、操守守則；二、地產代理條例；三、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四、建築物條例。答案係 A， 只有一和二嘅。咁喺披露利益上面嘅要求咧，就詳細再列喺地產代理條例啦，同埋操守守則裡面嘅。咁啊，其實呢啲原則咧都係來自普通法、代理法裡面嘅要求嘅。居者有其屋計劃物業嘅業主，如果喺公開市場或者又稱自由市場出售佢物業，必須向以下哪個部門或者機構補付地價 ？A. 地政總署 B. 稅務局 C. 差餉物業估價署 D. 香港房屋委員會 E. 運輸及房屋局。答案係 D， 香港房屋委員會嘅。咁呢條問題咧，似乎好似好簡單咁樣，但係如果佢出嘅答案係包括房屋協會，即係 Housing Society 嘅居屋嘅話，或者夾屋嘅話咧，其實補地價亦都係要去返香港房委會去申請補地價嘅。在土地查冊中顯示一項物業3年前買入嘅時候，向銀行以一切款項 all monies 訂定一項法定押記 legal charge， 仍未解除，代表買方嘅營業員應採取以下哪項步驟？一、建議買方將訂金託管喺律師樓內；二、向買方解釋沒有託管訂金嘅安排呢一個風險；三就係若買方決定不安排訂金託管，便向買方取得書面確認營業員曾經向買方建議及解釋託管訂金嘅事宜。答案係 E， 1、2、3嘅。咁除咗 all money 需要做訂金託管之外咧，咁其實仲有係負資產啦，或者係做摸貨咧，都需要做訂金託管嘅。業主陳先生與買家張小姐簽訂了住宅物業嘅臨時買賣合約。喺一般情況之下，假如張小姐未能根據臨時買賣合約完成交易，陳先生可以採取以下哪項行動？一、他可以沒收樓價訂金；二、他可以終止買賣合約和將物業轉售；三、他可以喺30日內向差餉物業估價署撤回已交嘅 CR109 表格。答案係 B， 只有一和二嘅。CR109 表格咧就係喺租賃住宅物業嘅時候咧，需要交去差餉物業估價署嘅。陳先生係某住宅物業嘅唯一擁有人，佢與豐盛銀行簽立了一份法定押記 legal charge， 將該物業抵押給豐盛銀行。就該項押記而言，它有可能包含以下哪些條款或效力？一、當陳先生向銀行清還該項押記嘅全部債項後，他可自行聘律師準備文件，要求銀行解除該物業嘅押記。二、當陳先生未能如期償還銀行債務時，銀行需向法院申請押記令，才能接管該物業，將該物業進行拍賣。三、除非獲得銀行的同意，否則陳先生不應把物業出租。答案係1和3 D 嘅。
業主李先生經大地產代理與買方訂立咗一份臨時買賣合約，出售其住宅物業。該臨時買賣合約載有李先生同意向大地代理支付樓價2%作為佣金嘅條款。可是李先生拒絕支付佣金，因此大地產代理打算採取法律行動追討佣金。根據地產代理條例，以下是大地代理追討佣金的必須條件：一、大地產代理已把物業的臨時買賣合約送交土地註冊處註冊；二、大地產代理已與陳先生訂立地產代理協議表格3；三、大地產代理所追討的佣金不能超過行規的1%；四、大地產代理已將地產代理協議表格3送交地產代理監管局備案。答案係 B， 只有2嘅。地產代理要追討佣金咧，必須要根據地產代理條例裡面嘅常規規例咧，嚟到去同客戶簽訂明表格。咁同業主簽嘅訂明表格咧，就係表格3。為保障客戶喺購買物業時嘅利益，地產代理應喺以下哪些情況建議買方將訂金交由律師行以託管人 stakeholder 身份保管：一、物業受制於一項仍然生效嘅租約而出售；二、物業受制於一項按揭並且已成為負資產；三、賣方與聯權共有人尚存者身份出售物業；四、物業受制於一項押記令；五、賣方以確認人 confirm law 身份出售物業。答案係 D， 2、4、5嘅。連租約出售嘅物業咧，即係除非佢係all monies 啦，或者係其他嘅情況，例如係負資產啦嚇。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唔一定需要做託管嘅。多謝各位嘅支持。如果大家喜歡呢個視頻嘅話咧，可以繼續關注我 YouTube 嘅頻道嘅咁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出去啦。好，拜拜各位。